大家好，我是碧纯，欢迎收看市民新生特别节目。不知道我们观众朋友呢，你是否了解目前最夯的这个无人商店？好，那讲到无人商店呢，其中有一个自助洗衣。那也是目前呢市场上非常的热门。那讲到这个自助洗衣店呢，目前我们全台湾哦有超过3000间，是不是非常的多，也非常的有商机呢？而且呢，我们有一些想要投资啊，或想要自己创业的人呢，哇，讲到这个自助洗衣店哦，可以稳定的获利。然后呢，就是可以解决这个人力不足的问题，也可以呢来开创你自己精彩的斜杠人生哦。所以今天呢，我们市民新生节目就要带我们的观众朋友一起来了解自助洗衣这个新兴的行业。那我们为大家邀请到了一位自助洗衣的专家，现在就为大家来做个介绍。那我们现在来欢迎的是上扬产业商用洗衣事业群业务经理黄思琪黄经理，您好。大家好，我是上扬产业商用洗衣设备的业务经理黄思琪。好，欢迎黄经理。那我们今天呢，之所以会邀请黄经理到我们节目当中哦，主要是因为呢，这个上扬产业呢，在我们自助洗衣这一块呢，真的是非常的专业。怎么讲呢？因为呢，它从这个洗衣设备的销售开始做起，然后非常不简单哦，成为我们台湾第一间呢，也是唯一一间的这个上柜公司。哇，真的好厉害哦，要给他鼓掌拍拍手。所以呢，节目一开始，我想呢，就请我们黄经理跟我们大家介绍一下上扬产业，还有呢，自创的这个品牌 CSA 自助洗衣吧。我们知道，现在台湾就是除了潮湿先天气候的一个影响下，自助洗衣店大家很蓬勃的一直在开，但是在开的同时，我们都很多的加盟主都会想到说，我捧着一大堆钱来就是加盟一家店，可是真正加盟了以后，设备商却不见了，这个问题一直都是大家的隐忧。那我们上扬产业是成立于1979年，我们在台湾一直都是深耕商用洗衣的一个设备的一个厂商，所以呢，在我们也是目前台湾唯一一间上市上柜的公司。那在这个部分，其实我们提供给所有想要加盟自助洗的加盟主一个强大的一个后援，因为我们有非常完善的一个售后服务，而且在这近几年这10年来，我们又自创了一个 CSA 自助洗衣的一个品牌。那这个品牌呢，我们是代理了日本的阿垮的机器，还有美国的优必洗的机器。那最主要的话，我们协助我们所有想要加盟创业的朋友们，从售前的商圈规划，一直到店面这边的一个室内，我们有室内的设计师帮您做一个风格的一个规划，一直到我们设备的一个定位以后，到试机，到后面的营运的一个我们有自主团队的CSA的店长系统来协助加盟主来做一个非常好的一个管理。那我们也知道很多加盟主他可能本身就有自己有一个很好的工作，那他想要用一些钱自己的钱不想要放到股市里面，那也不知道所谓的期汇到底安不安全，所以大家都会想说，那我投资一个我看得到又可以管理的一个店面，那我想自助洗衣店就会是大家一个很好的选择。那我们CSA的部分，它这套电厂系统是由我们自有的团队，从维运的部分，它可以自动产出可以协助您产出报表，然后还有在远端协助加盟主帮客人做一个远端退币，或者是故障排除，甚至于特价时间的一个设定，来去协助我们的加盟主来去很轻松的管理一家自助洗衣店，来完成各位的一个创业梦。我觉得自助洗衣店加盟 CSA Bar 是一个非常好的选择。那我们刚一开始就有讲到说，其实现在全台湾已经有3000间的，超过3000间哦，这个自助洗衣店哦。像我自己虽然家里有洗衣机，可是有时候我也是会到这个自助洗衣的部分呢，去洗我的这个床单。等等那种比较大型的，那感觉就是说好比在家里洗方便多了啦哈。那可能很多人会想要来加盟，因为这个市场越来越广嘛，对不对？但是可是我们又想说，哇，已经有3000多间的这个自助洗衣店了，那会不会市场已经饱和了呢？
我们知道目前自助洗衣设备的部分的话，其实是有增无减的。因为根据财政部2023年的一个统计来讲，整体的洗衣液的销售高达123亿，那自助洗衣的销售额接近了台币的23亿，其实这个金额是蛮惊人的。那尤其是在我们全台湾的一个设置，您刚提到3000家的一个店面来讲，其实在我们 CSR Bar 的部分，我们已经服务了超过了200个的就是加盟主。那我们是协助这些加盟主从售前的一个规划，一直到中间到售后的一个服务，都提供了一个完整的一个售后的一个售前售后的一个服务的一个规划。对。那我们知道说，可能蛮多人会想要加盟的，因为哇，如果这个市场其实它还有很大的一个空间是。那这样子的话，我们要加盟主他可能会想说，哇，那市面上这个可以加盟的品牌这么的多啊，那我到底应该要怎么去选，才可以选到最棒的，让我加盟，就是说我最有保障啦，或者是说享受到最好的服务，然后我可以很有稳定的收入，对不对？像我一开始讲到的，哇，就是说那这样子我还可以斜杠我的人生呢。所以到底要怎么样去选择一个最棒、最有规模的一个加盟的品牌？是不是请经理跟我们谈一下？上扬产业从1979年就成立了，也是目前台湾唯一一家上柜的洗衣的设备的厂商。那除了说刚刚讲的公司规模以外的话，我们的机器呢，除了有日本原装的阿垮的机器以外，还有美国的百年品牌优必洗的品牌。那我们的机器的设备是非常的稳定。我们都知道很多加盟主他可能在规划做一个投资，不管是斜杠或者是开店的部分，大家所在意的第一个可能就是资金的部分。那当然有些人会觉得说，我设备不想要投入太多的钱，所以就会选择比较便宜、比较低廉的一些就是产品去做投资。但后来就会发现到，我的设备怎么常常出故障，而且有问题，然后也找不到人修。那买的时候虽然很便宜，但是当你要维修的时候找不到人的时候，那你的店就只能停摆，贴上故障，那整台机器不能使用，整家店看起来也会整个就是营运上就会觉得给人的感觉就不好了。那我们爱 CSR 其实就是有规划了一个我们自主的一个团队，那针对店长系统呢有做一个优化，因为我们也知道台湾的因为现在的消费者的一些意识也比较抬头，那可能针对了有所谓的24小时的一个营业，可能也会做一些法规上的一些订定。那我们有自主的团队针对店长系统，除了能够提供店长他不用一定要24小时都定在我们店里面，你可以透过我们的手机就可以轻松的管理店面，那可以直接就是去知道说我店里面的使用的状况是好的吗？而且如果说有刚好可能客人刚好碰到网络上的问题，可能金额必须要做退费的时候呢，也可以透过手机轻轻一按，那就可以直接帮客人做退费，那甚至于可以直接线上排除一些故障，所以呢可以轻松的管理。所以有非常多的加盟主，他可能本身自己有一个很好的工作，那有多余的钱想要来去做投资的时候，就会选择自助洗衣来做他的一个斜杠的人生。那因为上扬这边在自助洗的部分，我们除了提供了很好的店长的系统的规划以外，那我们也不断的优化我们的系统。刚刚提到24小时的营业，也许过了10点以后，可能会有人检举，而可能会被开罚。那我们爱 CSR 的这个店长系统呢，也会就是帮客人做一个就是自主的管理。您可以设定可能9点过后就不能再做就是使用，那这样子就可以减少被检举而被开罚的一个状况。那因为我们这个系统都是自主开发，不像现在业界有很多都是属于就是它并没有跟原厂授权，然后来去操作机器的一些软体的设备设定，所以它可能没有办法达到这么多的一些优化的功能，所以也必须所以也让很多的加盟主会想说，那我是不是来去多了解加盟这个洗衣机有什么好的一些方向？对，对，所以这样子，我们如果要选择说现在我想要开一个自助洗衣的店嘛，是，那我选择加盟什么的话，那刚才黄经理的建议就是说，我们要从公司的规模，
好，那还要看看说这个专业的设备。那我们知道说你们公司这个设备就是从洗衣的设备开始做起的，设备一定是非常的专业，对不对？因为我们是日本原厂这边 suppose 我们除了在软体这边的设定以外，那我们有非常完善的一个零件的库存，因为我们全省有9个据点来做一个服务。那除了零件的库存，还有上百位的一个团队在工程师在为我们所有的加盟主以及使用者在做服务，所以整个的规模是可以让大家都非常放心去合作的一个对象。是的，对，好，那就是注重这个以外，那规模不用讲嘛，我们上扬产业这个规模真的是大品牌，有认证还上柜哈。是。那另外就是刚才讲的专业的设备，这也没问题，他们就是做这个洗衣设备的。另外就是在服务与支援这一方面，所以要从这3点来评估，对不对？没错。哇，好，那刚才就是我们有谈到嘛，哈，那我们知道说C 沙自助洗衣吧这个品牌呀，那我们上扬团队还研发了一个IoT 的物联网系统，对不对？是，这个系统真的很重要哎，所以是不是黄经理也可以跟我们来做个分析呢？就像刚刚聊到的，IC 沙就是由我们自有的团队去跟原厂这边合作的一个就是可以直接透过手机来去做管理的一个系统，那我们都叫它IC 沙店长管理系统。那只要是我们的加盟主呢，都可以透过这个系统直接来去管理。那也可以就是透过这个系统去产出报表，来了解说，我可能最近的营业状况好吗？来去做一个优惠的时段的设定。你本人不用到店里去做设定，你就可以去做一个就是优惠时段来回馈你的消费者。那消费者也因为这样的优惠来刺激他的就是使用的一个意愿。那这样子的话，就能够达到很好的一个销售的一个产出。对，所以现在就是说，我们很多产业的一共请不到人，对，这个人力真的是问题耶所以我们这个自助洗衣，然后再加上你们这一套系统的话，真的可以节省很多的人力，对不对？是，我们知道我们现在台湾最面临的一个状况就是少子化，那也因为员工大家劳工的意识高涨的关系，所以其实无人商店就非常的夯。那 IC 沙它可以这套店长系统可以协助我们店长在做无人商店一个管理以外呢，我们店长当然偶尔还是要2、3天到店里面出现一下。为什么？因为我们都喜欢干净的店面来去做消费。那它除了可以帮您做就是可能软体或硬体的一个设定以外，但是如果有落叶飞到我们的店里面或者是店里需要做一个擦拭的机械需要做一个擦拭的话，还是需要店长去店里面做一下巡视，这样子维持好的一个店面的一个环境，会让客人提升他想要去消费的一个意愿。对，但是已经呢节省了很大的人力那你看，像我本身自己有主要的一份工作嘛但是呢，如果我想要斜杠我的人生，然后我想要多挣一点钱的话，那我来选择加盟呢，哇，这个对我来讲就是非常适合的。好，那我们谈到说这个加盟刚才听到这个加盟，还有这个IC沙自助洗衣吧呢加盟的好处以外呢，其实我想呢，经理很多人会了解说，好，那你都讲到好的，可是可能在这个自助洗衣界这个行业里面，它也许有一些潜藏的危机，是不是有这个危机呢？跟我们谈一谈好吗？好，主持人刚刚有聊到说，我们台湾有非常多的就是加盟主他在进行就是说自助洗衣店的一个加盟，但是大家都会常常忘了，就是说应该要做固定的消防安检，还有就是我们的保险的一个自保跟保护消费者的一个动作。那我们上扬产业这边在加盟主的这边的要求呢，也会希望我们的加盟主在加盟了我们 C 沙吧这边的部分，都要每年都要做定期的消防检查，还有就是保险的部分，来让使用者以及加盟主都有一个很好的一个保护。对。那接下来呢，我要请教黄经理就是说我们可能目前这个自助洗衣的品牌蛮多的嘛那如果说我要选择加盟你们这个 C 沙自助洗衣吧的话，到底我可以享受到什么比较棒的服务，跟其他的不一样的呢？C 沙品牌呢，我们结合了就是全省有9个服务据点的一个服务，而且我们24小时的一个完善的售后真人服务来去 support 我们的加盟主，所以在售后的部分不管是加盟主或者是使用者、消费者，都能够
很轻松的联络到我们上扬产业这边的一个售后客服。对，那这是我们可以提供给我们的加盟主跟消费者的一个贴心的服务。那除此之外呢，我们刚刚有提到，就是林志有非常完善的一个管理的一个系统。那还有我们全省有100位以上的就是专业的团队在做售前跟售后的一个服务。那所以在不管是消费者或者是加盟主的部分，不管他们在使用上或者是机器端的部分的一些问题，以及设备的零件的提供，都有非常完善的一个服务的提供。所以其实对我们加盟主来讲都是非常好的一个选择。对。那今天如果说我要加盟啊，其实我会比较担心的是说，我一开始对这个行业完全都不熟嘛，那我从选店面开始，你们就会陪我去吗？当然会啊，因为其实我们也希望我们珍惜每一个加盟主的一个信任，所以我们会从选择商圈一直到这个店面的，比如说它的是不是适合做那个洗衣，对不对？对，如果就是从商圈的选择一直到店面的规划，我们都会一条龙的去帮加盟主做一个服务。那这个都是我们上扬一直以来提供给加盟主的一个 service。所以就是会帮我从选好地址啦，然后这里面要怎么摆设啦，然后怎么去装潢，这个都会帮我们哦。当然，我们有专业的团队，除了协助加盟主在商圈的规划，一直到室内的设计师，专业的设计师帮我们的加盟主做规划。像你喜欢什么样的一个风格，我们会协助在符合品牌 CI 的一个风格的一个规定制规下去做一个设计，来去协助加盟主去把这家店开设好。对。所以我其实就是说不是自私的，我还可以用我自己的风格下去设计我要的店面。是的，如同刚刚主持人有聊到说，其实因为加盟自助洗这一块，其实我们会发现到一条街上有好多间自助洗衣店。那为什么有些消费者特别喜欢去某一间店面？当然除了它的店面，除了它的机器设备的稳定度以外，当然走进店里面的感觉也是非常重要的。所以我们会协助加盟主从售前的商圈的规划，这个商圈是否人数是否适合开加盟自助洗衣的部分，一直到我们的店面的规划，客人走进店里以后的感觉，是不是跟旁边的店面的感觉？如果是传统的自助投币洗衣机，那可能就是大部分人想到的就是可能很老旧，或者是脏脏的，机器不是很干净的这种感觉。那现在自助洗衣店都非常的舒适，看起来也非常的设计也非常的新颖，而且店面给人家感觉也非常整洁。那我相信这样对经营这个自助洗衣店的部分一定都是加分的。对，没错。所以大家呢，如果说想要去某个地方洗衣，那你通常嘛很多的选择的话，我当然要选择说这个设备很棒是第一个选择，第二个就是说这个店面看起来很明亮啊，然后很舒适很舒服，因为我毕竟去那边洗也要待一段时间嘛，所以这个加盟我们的 C 沙自助洗衣吧，还会可以呈现自己个人的特色的店面，这真的是非常棒的一点呢。好，那我接下来要请教黄经理，可能呢我们这个加盟的部分会不会有哪些问题会比较常发生？就是我们的加盟主常遇到的会有哪些问题吗？加盟自助洗衣店的时候，通常客人在一开始最常会考虑的就是资金的问题。那资金的问题，通常就会选择比较便宜的机器设备。那通常在选择比较便宜的设备的时候，背后可能隐藏的隐忧跟危机就是售后服务，还有可能他卖完你这个机器，这家公司就不见了。对啊。对，那这是一件很可怕的事情，因为毕竟一笔这么大的金额的投资，如果后续没有人帮你做维修跟服务，是一件很可怕的事情。那再来，我们知道的是这几年大家很在乎的就是说公共安全的问题。我们也知道有一些自助洗衣店，它在没有固定的一个消防安检的一个情况之下，那它可能会发生一些气爆的一个状况。那这家店如果又没有在定期的做消防的安检以及保险的一个服务的部分，那可能发生状况的时候也没有办法提供给消费者一个很好的使用环境。那这样子其实是一个蛮大的一个隐忧，所以政府端这几年也非常重视这个问题，都会要求所有加盟自助洗的
洗衣店的加盟业者都必须每一年有固定的消防安检，以及公共意外险的一些保障，来保障消费者的部分。对。对，所以其实，在安全这一方面，也是你们上扬跟这个 C 沙自助洗衣吧最强调的部分，对不对？是的，因为我们在这家店的比如说你在想要开这家店的时候，我们除了帮你做售前的一个商圈规划以外，那这家店开始在做规划以后，我们也会协助从这家店从施工规范，我们就非常的重视，因为施工规范我们就会去要求我们的排风管排水是否符合这个机器的设备。还有这整体的一个使用的安全的部分，会做一个很整体完整的规划。那我们全省100人以上的一个服务团队，都是有一定的一个水准以外，我们有多位自有工程都是拥有甲级电工的一个资格的一个工程师，在为各位加盟主在做服务，所以在这一块的话，其实都可以让加盟主非常的安心。对，没错，所以就是说真的有看到一些就是那个自助洗衣店啊，发生什么火警或者是真的气爆啊等等那种不安全的状况，然后有些人就是其实会影响到他们的声誉啦哈。那在这一方面的话，那我知道说我们的上扬这边可能就是非常的重视，所以从施工开始、选址开始，都会把安全放在第一，然后保障到我们的加盟主跟顾客的安全。是的，我们在施工规范里面其实就非常重视所有的瓦斯遮断器，还有就是断电系统的一个设定跟维护的部分。因为这部分如果没有设定好，或是在一定的规范下去做一个设定的话，其实在未来的营运上面的话，确实是一个隐忧。对。好，那我们刚才呢听到黄经理帮我们做了这么多的有关于自助洗衣的一些分析和一些说明之后呢，我想呢可能有蛮多人会想要来做加盟的。那我们的加盟主最后呢，是不是也要听听看我们黄经理要怎么讲，然后让大家来了解说我可以安心的来进行我们这个自助洗衣的加盟，然后应该要怎么选？其实大家会犹豫，就是说，我怎么选我才能够得到最好的一个加盟呢？首先呢，我想要提醒各位想要加盟自助洗衣的有兴趣的朋友们，你们要选择自助洗衣的品牌的时候，一定要先考虑公司是要有规模的。那机器的设备呢，它的必须是有原厂认证授权的。是。那再来还要有完善的一个售后服务，这样才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加盟的一个选择。要不然，如果你当初可能会因为资金上面的一个考量，而去选择了比较不完善的一个设备的一个设备商，或者是他可能售后服务是有问题的，而导致我最后的加盟可能会是变成设备孤儿的一个惨况。那所以选择我们当然可能会觉得老王卖瓜自卖自夸，但是呢，选择我们上扬产业，这是我们唯一在台湾业界上市柜的品牌，那会是您一个很好的选择，因为我们除了有非常好的日本原装品牌阿垮以外，还有美国的百年品牌优必洗来为成为各位就是加盟自助洗的一个最佳的选择。因为我们上扬是一个台湾唯一业界上市柜的一个品牌，投资创业选择 C 沙坝会是你最好的选择，因为我们上扬产业是唯一业界上柜的公司，而且我们有非常好的非常完善的售后服务的体系，能够提供您完善的零件库存，还有专业的售后服务维修、客服系统，还有从您的售前、售中到售后的一个服务的规划。那其实我最终想要跟加盟主说的就是，我们加入我们 C 沙坝，那能够成为您加盟洗衣店的强大的后援，因为我们有完善的一个售后服务，而且公司的一个规模可以让您不用担心整个机器的设备在未来的维修上有任何的问题。加盟自助洗衣坝，我相信 C 沙坝是您最佳的选择。谢谢。是哇，所以我们今天看完我们黄经理对我们这个自助洗衣这个行业做了这么多的说明之后呢，相信大家一定对自助洗衣这个行业有进一步的认识。所以呢，我也觉得说，好，那我们今天如果要加盟的话，大家一定要慎选有规模、有口碑，然后有强大的一个
后盾的，有一个强大的团队的，哇，这样子你去加盟的话，你才能够把它做好，自己才有信心，才能够稳定的有收入，然后才可以斜杠你精彩的人生嘛，对不对？好，那我们今天呢，再一次感谢黄经理到节目当中，谢谢你，谢谢，也感谢观众朋友的收看，那我们再会喽。